特朗普啱啱先結束北京嘅行程，轉頭就話準備同賴清德通電話，要處理台灣問題。不過幾時傾、點樣傾，佢就繼續賣關子啦。事實上，美台領導人由1979年開始一直都冇正式嘅直接對話，今次會唔會破例呢？美國喺兩岸關係上面又想扮演啲咩角色呢？講返加拿大啊，以前出門咧最怕就係寄失行李，但而家更驚嘅係有人靜雞雞換咗你個行李牌，令你被販毒。CTV 嘅調查發現，包括皮爾遜機場在內，加拿大4個國際機場內部保安漏洞重重，包括機場員工可以冇記錄咁入禁區，又有員工爆料咧話自己做咗20幾年啦，放工淨係試過一次被抽查啫。換句話說，員工想帶任何嘢，包括毒品離開機場都話咁易。對於呢個狀況呢，航空運輸安全局偏偏就話截查毒品唔屬於佢哋嘅職責範圍。咁邊個應該負責呢？我哋係 A1 頭條，星期一至五為你送上焦點新聞。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點讚分享，歡迎留言。你哋嘅意見係我哋最大嘅動力。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佢將會同台灣總統賴清德通電話，並稱美方會處理台灣問題，但特朗普未有透露具體時間。特朗普向記者表示，我會同佢傾，我同所有人都會傾，我哋會處理台灣問題。特朗普上週啱啱結束中國訪問行程，並喺週三形容今次北京之行非常精彩。如果特朗普同賴清德正式通電話，將會被視為重大外交發展。自1979年美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之後，美台領導人一直未有直接正式對話。有分析指出，任何美台高層直接接觸都可能觸怒北京。北京一直視台灣為中國領土嘅一部分。特朗普上週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之後，曾經表示，尚未決定是否批准總值高達140億美元嘅對台軍售方案。根據美國法律，華府需要向台灣提供防衛能力，而美國民主黨同共和黨國會議員亦持續敦促特朗普政府繼續對台軍售。賴清德週三亦表示，如果有機會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對話，佢將會表明台灣希望繼續向美國採購武器，並強調軍購對維持台海和平至關重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並敦促美方遵守一個中國原則，以實際行動維護中美關係同台海穩定。佢表示，企圖依靠外部勢力或者軍事手段尋求台獨，最終只會係幻想。本地傳媒報道，有加拿大人嘅行李牌喺機場被調換，無辜成為運毒疑犯。據 CTV 嘅記者了解，包括皮爾遜機場在內嘅本國4大國際機場對職員嘅保安都非常鬆懈。一名喺皮爾遜機場停機坪工作咗20幾年嘅員工向 CTV 話，佢哋放工離開機場幾乎係冇人檢查，20幾年嚟只係試過一次。一名退休嘅約克區探員話，機場內部嘅作案者好容易將國際入境嘅行李搬到國內行李認領帶，而國內行李係唔需要過海關。皮爾遜機場承認，國內航班嘅行李，任何公眾人士，包括代領行李服務嘅人都可以攞到。雖然進入行李禁區有單向門，但係記者多次見到有機場員工跟尾進入，唔使掃描證件，即係入禁區可以完全冇記錄。喺卡加利、溫哥華、滿地可嘅機場，公眾人士更加可以直接去到行李認領帶。機場入面嘅犯罪團伙亦都會指示唔知情帶毒出境嘅人士，將行李當成超重行李，方便犯罪分子識別，可以令到大毒行李避過掃描。加拿大航空運輸安全局 CATSA 嘅書面回應話，攔截非法毒品唔係佢哋嘅職責範圍。皇家騎警經過多年調查，就2020年疫情期間針對加拿大緊急應對福利 CERB 計劃嘅網絡詐騙案，向8名分別嚟自渥太華、滿地可等地嘅人士提出控罪。騎警話，涉案人士組成網絡，盜用加拿大人身份登入稅務局戶口，修改銀行資料，將 CERB 款項轉入佢哋所控制嘅戶口，估計詐騙所得係總共364000蚊。8名被告均面臨5000元欺詐罪，部分人更被控藏有身份資料意圖犯罪等控罪。另外，稅務局披露，截至舊年12月，仍然有超過103億5千萬嘅疫情福利款項未獲償還。
疫情期間，政府總共向市民發放835億元福利，其中包括453億元嘅 CERB， 但係因為申請程序以自我申報為主，事後核查發現大量超額發放或者唔符合資格嘅個案。因治療令身體變差，導致食慾不振、腸胃不適嘅朋友，請即選擇日本立川大介醫生唯一推薦嘅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膠，日本 JHFA 認證，採用 Mix AG 獨家配方，海韻、裙帶菜孢子葉褐藻糖膠以及肌松茸菌絲體，支持細胞新陳代謝，減少治療後嘅副作用。海之滴連續12年獲美國免疫學家年會 AAI 認可，立即致電或者掃2維碼，免費獲取立川大介醫生書籍以及試用裝。加拿大國會預算官今日發表分析報告話，加拿大主辦今屆國際足協世界盃決賽周要投入超過10億加元嘅公共資金。多倫多同溫哥華合共會舉辦13場世界盃比賽，即係每場嚟計，平均每場係8200萬嘅公帑開支。國會預算官報告又話，平均每場8200萬嘅開支，比起之前幾屆世界盃嘅支出都更加低。其中2010年南非世界盃、2014年巴西世界盃、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每場支出都超過1億。為主辦世界盃，聯邦政府至今已經公布嘅撥款係4億7300萬，其餘嘅5億9300萬就會由其他級別嘅政府承擔，總公共開支係10億6000萬元。其中多倫多市政府預算主辦比賽嘅開支，聯同聯邦政府俾嘅資助係3億8000萬，而卑斯省就計劃用5億7800萬。多倫多一名14歲少女 Esther 至今失蹤5日，父母公開呼籲求助。少女最後露面喺上星期五夜晚11點15分，地點係北約克 Earl Bells Park 附近。警方今朝更新話，佢當時身穿藍綠色印字長袖上衣同埋灰色褲，身高大約5尺2，中等身形，啡色長頭髮。佢嘅媽媽喺電視上面呼籲個女盡快返屋企。警方已經動用騎警、無人機同埋水上巡邏艇，並聯同大批義工地毯式搜索嗰個127英畝嘅林區。警方呼籲附近居民檢視家居閉路電視片段，並且留意有冇年青人喺咖啡店或者街上面尋求協助。多倫多警察總長丹喬話，3名喺西班牙巴塞隆拿被捕嘅多倫多警員已經返到加拿大，佢哋會帶薪停職受查。丹喬今朝接受 News Talk 1010電台訪問嘅時候又話，會聯絡西班牙警方以索取更加多嘅資料。佢強調，作為警察總長，會盡一切可能追究人員要負嘅責任。Right now, in these moments, as chief, what I'm focused on is making sure that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possibly can to hold those members to account and to support the work that the Spanish police have done. 多倫多警政委員會主席高雪莉就3名警員喺西班牙被捕一事發表聲明，佢形容事件嚴重且令人憂慮，要求警方高層迅速認真處理，並且展示加強警隊文化及操守嘅決心。巴塞隆拿警隊證實，上星期3涉嫌喺一部的士入邊涉嫌對一名性工作者性侵同埋施襲而被捕。多倫多市長周志偉話，由於案件正在審理，不便評論，但佢強調，如果有人被裁定性侵等嚴重罪名成立，應該受到懲處。柏麗美容限時優惠大放送，雀斑、老人斑、脂肪粒、痣，通通30蚊起，輕鬆幫你除咗佢。新客 facial 半價體驗，漸變霧眉只係399蚊。柏麗美容 Dennison Centre 百福超市同場，快啲打416-833-2277。據多倫多星報攞到嘅公車局內部文件顯示，連接多倫多至列治文山嘅1號地鐵延伸線再次延誤，原定2032年通車，而家預計到2034年或者2030年代中期先至能夠落成。延伸線沿恩街以北行7公里，新增 Steeles、Clark、Royal Orchard、Bridge 同 High Tech 總共5個站。Metrolinx 行政總裁舊年話，延伸線需要等到安省線竣工之後先至會開通，以免1號線客流過重。但安省線本身已經延期，由原定2027年推遲到2031年，最新估計係2030年代初。Metrolinx 同省運輸廳廳長薩卡利亞辦公室都未就工程延誤作出回應，亦都冇回應工程造價係咪因此而上升。項目造價都繼續膨脹，2019年嘅最初估算係56億，而家已經升到140億，而且有多份合約仲未招標。星報早前亦都揭發，路線改動令到部分擁有新站附近土地嘅發展商受惠，引發外界對利益輸送嘅質疑。安省政府宣布即時禁止安省警察喺高度敏感行動入面使用中國製無人機，並着手淘汰政府部門現有嘅中國製無人機，以加拿大同埋其他獲准生產地區嘅型號取代。公共及商業服務及採購廳廳長克勞福特話，中國法律容許當局要求中國企業交出數據，
即使數據存放喺境外，亦都係一樣，對資訊安全構成威脅。法務廳廳長克里斯娜亦都話，警方雖然依賴無人機執行重要任務，但唔能夠忽視外國科技帶嚟嘅安全風險。今次措施同加拿大軍方、皇家騎警同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嘅做法一致。政府會喺未來幾個星期諮詢業界，物色替代方案。加拿大總理卡尼 Mark Carney 週三同卑斯省長尹大衛 David Eby 會面，雙方討論調整全國碳定價標準以及新建輸油管嘅可行性。渥太華同亞省正積極推動能源發展，根據新協議，亞省新嘅碳價基準到2035年將會係每噸130元，遠低於2030年每噸170元嘅標準。此外，渥太華支持亞省新建輸油管線，以擴大對亞洲出口。不過，卑斯省長尹大衛同多個卑斯原住民族團體都對此表示反對，尤其擔心管道如果經過卑斯北部，可能會帶來環境同生態風險。卡尼週三同尹大衛會面時強調，渥太華高度重視卑斯省目前提交聯邦重大建設辦公室快速審批嘅大部分計劃都位於卑斯省。佢表示，任何新輸油管線都必須確保卑斯居民同原住民族獲得實質經濟利益。卡尼同尹大衛都同意，溫哥華港未來10年可能會面臨容量不足，因此港口擴建工程將會列為重大基礎建設項目。卡加利科技公司 Tronic Software 經營直播網絡平台 Entropy， 該平台被 CBC 調查節目揭發，長期協助白人至上主義者同新納粹團體籌款，之後遭銀行同金融機構嚴格審查。由於平台無法繼續處理金流，因此宣布將會關閉網站。Entropy 主打言論自由平台，容許一啲被主流社交平台封鎖嘅直播主繼續開台並接受捐款。平台大量活躍用戶被指涉及白人至上、反猶太同極右翼內容，並透過直播向支持者籌款。平台喺2年內處理超過300萬美元交易，成為多個極右翼團體嘅重要收入來源。反仇恨組織南方貧困法律中心指出， Entropy 提供信用卡同金融卡捐款功能，比加密貨幣更加方便，因此深受極端組織依賴。如今平台關閉，呢啲組織或者個人正急忙尋找替代金流管道。儘管 Entropy 已經關閉，但該公司創辦人 Emmanuel Constantidis 暗示唔排除未來換另一個名字，東山再起。魁北克省長 Christine Freeset 週日喺巴黎愛麗舍宮同法國總統 Emmanuel Macron 舉行首次正式會晤。魁省同法國雙方就經濟、防務、人工智能以及關鍵礦產等戰略領域合作交換意見。Freeset 形容喺當前地緣政治局勢下，魁北克同法國嘅關係尤其重要，並重申法國喺魁北克國際事務之中具有核心地位。佢強調，魁北克喺國防、網絡安全、能源以及人工智能等方面具備專業優勢，可以同法國企業建立互利合作。Macron 就表示，雙方除咗有語言同文化聯繫之外，亦擁有共同歷史同經濟願景，並有意深化喺 AI、量子科技、航天、交通以及關鍵礦產等領域嘅合作。此外 Freeset 亦向 Macron 贈送滿地可冰球隊球衣，寓意魁北克同法國嘅關係亦可以透過體育聯繫起來。今次係 Freeset 上任之後首次同外國元首正式會面。Freeset 出發前表示，喺美國市場不確定性增加之下，魁北克正積極推動出口多元化。今日嘅健康135同大家分享點樣可以一邊食一邊瘦。你以為減肥一定要瘋狂做運動或者極端戒口？不過日本代謝同內分泌專家京都大學醫學院畢業嘅益崎裕章教授就指出，其實好多日常飲食習慣已經會默默影響你食幾多、血糖穩唔穩，甚至影響內臟脂肪。而且有啲方法簡單到好似換隻細啲嘅碟食飯，原來都可能幫到控制食量。第一個好簡單，食飯前先飲湯，因為熱湯可以幫助消化，亦可以令血糖升得冇咁急。
第二，食飯至少食20分鐘，食得太快，大腦根本未收到飽嘅信號，慢慢食反而更容易控制份量。第三，每日少量飲醋，研究發現醋酸可能有助減少內臟脂肪，亦可以抑制血糖飆升。第四，飲多啲綠茶，綠茶入面嘅兒茶素可以減少脂肪吸收，仲有抗氧化作用。第五，零食唔好直接拎住成包食，因為你會不知不覺食晒成包。將零食放上碟之後，份量感會清晰好多，大腦嘅滿足感亦都會提升。仲有一個幾有趣嘅方法，原來用細餐盤真係可能幫到減肥。劍橋大學研究發現，細隻嘅碟會令你感覺自己食咗好多，即使份量一樣，都可能令你自然食少啲。另一個方法係飯後即刻刷牙，除咗可以令口氣清新，仲可以令大腦覺得食完啦，減少再食甜品或者零食嘅衝動。專家又提醒，偶爾食多咗唔好太自責，因為壓力太大反而會刺激食慾，影響代謝。最後仲有一點好多人都忽略，就係盡量喺光猛嘅地方食飯。研究發現，燈光昏暗嘅時候，人會更容易嗌一啲高熱量食物。所以減肥有時唔一定要靠極端節食，反而係日常習慣，會慢慢影響你點樣食，食幾多。你自己又有冇邊個習慣係最幫到你控制體重呢？體育消息：阿仙奴時隔22年重奪英超聯賽冠軍，曼城尋日作客般尼茅夫以1-1平局，令到阿仙奴提早一輪奪冠。曼城需要贏波先至將冠軍之爭拖到最後一輪，但係19歲新星高洛比為般尼茅夫率先破門，創下英超新秀單季入球紀錄。夏蘭特到補時先至追和，但曼城已經冇時間反超前比分。曼城落後阿仙奴4分，得返一場，阿仙奴嘅冠軍已成定局。賽後有消息話，主教練哥迪奧拿會提早1年離任，由前車路士領隊馬列斯卡接棒。般尼茅夫憑住呢1分確定打入頭7名，可以繼續角逐歐聯席位。降班方面，爭奪戰會延到最後一輪，而次作客車路士以1-2落敗，令到困守18位嘅韋斯咸得以續命。安素同埋桑托斯分別為車路士建功，理查列神扳回1球，但都無補於事。而次目前得失球大幅領先韋斯咸12球，如果佢哋同分，可以幸免降班，但係佢哋仍然要喺最後一輪主場同愛華頓爭取分數護級。如果韋斯咸主場贏列斯聯，加上熱刺輸波，韋斯咸就護級成功。換言之，只要熱刺攞到1分，無論贏波又好，和波都好，韋斯咸就必定降班。熱刺自1992年英超成立以嚟，從來都未降過班。上一次踢乙組聯賽已經係1977至78年球季。巧合嘅係，賽季初執教韋斯咸嘅莫耶斯目前係愛華頓嘅領隊，某程度上可以話莫耶斯目前掌握住韋斯咸嘅生殺大權。假如莫耶斯放熱刺一馬嘅話，韋斯咸就只能夠降班。另外，修咸頓因為監視醜聞被逐出英冠附加賽，原定星期六喺溫布萊球場出賽嘅附加賽決賽會改由米杜士堡對後城。英格蘭足球總會裁定，修咸頓喺附加賽準決賽之前曾經派員偷拍對手米杜士堡嘅訓練，事後調查發現牛津聯同葉士域治都係受害者。聯賽委員會裁定修咸頓罪成，將佢哋逐出附加賽，並且喺下季扣減4分。多倫多今晚天氣大致晴朗，夜晚最低氣溫係7度。聽日日間有陽光多雲，日間最高氣溫13度，夜晚最低氣溫係8度。溫哥華聽日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溫係19度，深夜最低氣溫係11度。卡加利聽日多雲，間中有驟雨，日間最高氣溫係13度，深夜最低氣溫係4度。門地可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可能有零星陣雨，日間最高氣溫係23度，深夜最低氣溫係5度。油價方面，據 City News 報道，大多倫多地區聽日嘅油價預計會減1仙，係每公升191.9仙。而據 Gaswatch.ca 嘅最新預測，聽日溫哥華汽油價格維持喺229.9仙每公升，卡加利維持喺184.9仙每公升，滿地可都係冇升跌，維持喺每公升213.9仙。多謝你收睇加拿大星島製作嘅 A1 頭條，希望你留言、點讚、分享、訂閱，撳埋個鐘，方便你有新片上就會立即收到通知。